要来学习什么呢？就是有关于一个动感的歌，叫做《五都里》。好，先讲五都里，它其实是一个借用字，它不是那个台湾的传统字，然后只是因为大家讲久了习惯了，就都用这个日语的借用字，然后它是跳舞的意思。一开始写这个五都里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很远大的理想，就是想要跳舞而已哦。因为我们就是很爱跳舞的民族，我们爱快乐，所以就写了这个歌。啊，歌词也很简单，就是五都里よright now imaza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，在台湾的语言里面呢，跟跳舞有关的单字。哦，很简单，不要紧张。好，紧张也是没有用。哎，今天我们的同学是陈马克。小妹这来，紧张嘛？然后再来就是不能缺少我们的教母了，我们的空中母语教是我们的教母。陆林老师就要来教我们有关于台湾传统跟舞有关的，我们要学真正的跳舞的这个舞字怎么讲。哦 Zia， Zia， also Zmia， Zaziana， Zaziana 就是我们现在部落很多聚会所嘛，集会所呢？集会所会。我们的舞池也是可以叫 Zaziana 吗？对，Go Zaziana。哎，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从五开始。Zia， Zmia，Zaziana， Zaziana。接下来这三个字是我们很常用到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应该都会这个字啦。第一个字是歌，师奶，师奶。对，好，师奶就是名词嘛，什么奶动词嘛。沙是那样啊，沙是那样就是唱歌的地方了啊。好像有地方都是安，后面有安的，就是这个处所。所以 KTV 是这个哦。沙是那样啊，卡拉 OK。哦，新据点，新据点。接下来我们要讲，就是我们在跳传统舞的时候啊，因为其实围舞啊，台湾族传统就是会围一个圆圈，我们会叫围舞。然后它其实有每个地方有它不一样的基本大家要知道的事情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请查马克来教大家一下。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是手打开，手一定要打开。对，可是看到很多人他都会，真的很多人会这样。老师说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。你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打开。对，就是打开。因为人的心都很开。右上左下，就手在上面。对，右上左下，这样右上就这样跳，知道吗？请你们不要再跳错了。然后如果今天我们过了一个火车，然后走了南回线，到了台东，这时候我们就要交换了，就变成左上右下，左上右下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太棒了！不要再记错喽，不然重看10遍。然后还有，其实我们的圆圈圈里面啊，有一些那个很可爱的朋友，他们来就很想要加入嘛。可是他的加入在这个圆圈圈里面，其实有他站。对，一定。什么样的人要站在头中为？跳舞的位置哈，通常呢，带领的那个人哈，通常是比较属于领唱者。哦，不一定是头目啊，头目不一定是在第一个啦。那有的部落就是那个马萨桑伊娜会在那个中间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其实在中间干嘛呢？在打量他的媳妇，还有他的这个女婿，挑人。对对，他们在物色。对，老师我有问题。对。可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外面来的观光客，然后我也有准备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背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适合安排或插在哪一个队伍的前中后哪里？你在后面，最后面。最后面吗？你要在后面，就比较不会有问题。不会有问题。甚至有人就是有专门人在带他们，免得跳错啦。可能我们2圈了，他们才出发。对。好，我们在围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歌舞会在一起的民族，所以其实，在台湾围舞会有常见的歌，然后刚好咱们平很会唱歌，今天他要来教我们唱。我教最简单的好了，就是几乎好像都是虚词吧，就是伊拉伊萨兹拉拉那加亚伊萨加乌斯拉斯拉伊伊拉伊萨兹拉
学到的字的。很想要知道有关于刚刚 KTV 的，大家有没有忘记？好，我们现在从5开始。Zia， Zmia，Raziana，歌是奶，唱歌什么奶？演唱厅莎士奈亚。老师刚刚有讲说，如果我们现在常常会去看演唱会，也是用这个字，对不对？老师就是会这么会教，所以如果你们还想要再学更多的话，记得要再锁定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